即马网络顶投资诈骗是世界样样飞。根据金管会上新的统计显示，从去年4月份到今年的9月，无到年半的时间，人民找甲 Google 诈骗的广告累计有8到6万件，金融诈骗的案件数量嘛是愈来愈多。今年8月份已经有100件。因若伫人民找有一个社团，内底有41万人，不过因为诈骗的广告实在是伤多，也阁提出这个社团怎防移除啊？ 伫即个家己上大的地方 FB 社群，家己日头大水代志有41万的粉丝。不过最近网友发现社团无去啊，版主发文讲是因为 FB 通知讲社团内有诈骗求职的广告，所以社团被踢掉。 像阮在地的社团，你一工就爱删除遮侪人头账号，迄脸书碰有恐怖就好。版主讲，逐工至少拢有几落10件，或者是100件以上的诈骗广告，正头疼。为了要解决国内正多的投资诈骗广告，金管会去年修订投资投顾法，也国家 Google 也国 FB 的母公司 Meta 建立收报通报机制。去年4月到今年5月有41000件投资诈骗广告，一直到今年9月，一年5个月内就59000件。 在生活中蛮困扰，习惯了，就是接受到处都有诈骗这件事情。另外，金管会统计最近4年民众电证金融诈骗案件，自2021年的439件，一年增加，今年敢若是前8个月就523件。 为了要阻止投资诈骗广告，目前除了 Google、Line 甲 Meta 已经有金融广告实名制，包括 TikTok 也会伫这个月底进行伫台湾指定法律代表，跟政府建立沟通管道。投放方式可能是透过国内或是国外的这个广告代理商的平台，第三国家做投放，然后把目标国家设定为台湾，所以它并没有办法在这个广告上面做有效审核。 专家建议，以后分辨诈骗广告应该由政府机关来判定，缩短判断甲下架时间。因若电话诈骗是让参考新加坡由政府设国家级别电话辨识 App， 互民众家己阻止诈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